米兰时尚发型集团在总裁柯汉中的号召之下，结合旗下23间分店，率先加入世界灯梦会，帮助儿童计划，成为25位6岁女童的资助人。难题是，米兰时尚经为民国97年起，就19有员工以及顾客长期支持世界灯梦会国内外各项的活动，也举办多场义展，并连续12档响应饥饿体验等等。当年对着公益的付出，也让柯汉中得到2020年好人好事代表。我们能够发起这绵薄之力来协助资助并且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代言人，我想这非我们莫属了这也是跟我们非常有连结的啦那再来其实我们的客人有60%以上也都是女生所以其实女生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绵密的，所以也非常感谢我们世界展望会可以帮我们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连结，让我们更能够去了解到全世界有这么多的我们的女童们避免她们成为童工，避免她们可以成为一个童媳妇，对我想这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做的台湾世界灯梦会表示，全球每当有1200万女童因为嫁娶失去继续上课机会，希望社会大众会当做伙关心6岁女童，改写因的命运。每5个女孩子里面就有一个女孩子，她被迫在青少年时期或是儿童时期，她就要出嫁。这个原因是因为不管是他们的文化，或者是她生长在贫困的家庭里面，特别容易，因为我多养你一个人，我就要多一份碗筷，多一份食物让你吃。可是我的经济已经没有办法，所以很多时候他的父母是会为了钱而让他的女儿出去跟有钱人结婚，或是跟其他年纪长他很多的人结婚。有鉴于此，台湾世界展会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知道这些女童的一个需要跟压力，所以我们发起了资助1000个女童，我们一起来帮助这些女孩子有所改变。每个月700块爱心赞助，就会当帮助6岁女童。台湾世界灯梦会跟米兰时尚发型，邀请大家做伙来关心。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